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1月2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利好消息终于来了，受这个金融委的同意这个一共是央行、证监会、金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是5部委举行新闻发布会，叫大力推动中长资金入市，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是推动中长资金入市。根据这个新闻发布会介绍有人根据这个测算如果按照这个实施方案，要求公募基金持有 A 股流通市值未来3年每年至少增长 10%。2024年3季度公募基金持有 A 股市值70329亿元，预计2024年公募基金持有 A 股市值大概在76729亿元。如果要增长 10% 的话，那也就是说2025年公募基金持有 A 股流通市值7672亿元。第二个，要求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从2025年起每年新增保费 30% 用于投资 A 股。从2014年到2023年国内保险公司年均增长保费3402亿，新增的部分的 30% 要投到 A 股。那么预计新增投资 A 股的资金规模至少在1000亿以上，也就是有人根据这个实施方案测算每年要向 A 股引入中长期资金在9000亿到1万亿左右。所以今天市场就激动了，高开高走。我还是那句话反弹是你逃命的最佳时机不要念战，能跑赶紧跑吧，机会毕竟不多了。想法是美好的，大家想一想9月20几号央行给的什么便利化什么工具，又是几千亿入市，还才几个月不到4个月又来一针股市并没有摆脱那种急救行情一看不行了打一针缓一缓，一看不行了再打一针，这个后面会有牛市吗？在满打满算咱们按理想状况一年增加9000亿新增资金的情况下，就会走慢牛。大家也知道2024年 IPO 接近于暂停，也就是说没有从这个池子里面往出抽水。2025年还要暂停，要不要从这池子里抽水？要抽走几千亿你那9000亿新增的恐怕一大半正好跟 IPO 要抵消。所以我说散户不要高兴的太早，任何一个反弹都是你逃命的机会。现在说破天也只是解决资金的问题，胡适的根本问题有没有解决，能不能解决？我们整个的胡适现在将近90万亿，一年新增9000亿的资金，正好是1%，有多大作用？这1%还有很多要被 IPO、印花税、各种税费给抵消掉。股市的根本问题不解决，谈不上牛市，相反让人感觉到你这就是一个人为操纵的市场，是一个计划式。你一旦计划式，实际上你自己在给自己培养对立面，在培养对手盘，你在操纵，那有人就跟着你在操纵，反向操纵要赚钱。那为了对付这些资金，最后监管部门裁判就痛下杀手，金融消费者和这些资金一起被消灭，或者一起买单，这最终买单的还是金融消费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实际上通过今天这个盘面你看基本上这些资金都在出货或者在减仓为主。今天立功的又是银行、证券、保险这一板块，因为监管部门说了嘛，公募基金的这个市值要增加 10%， 公募基金买的就是这些银行、证券、保险，所以这些板块发力。金融消费者所持的股恐怕就像鸡肋一样索然无味。金融消费者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个根本性问题，还在里面炒来炒去，追涨杀跌，还在那边一边亏了钱就呼吁保护中小投资者，一赔钱就要求把量化停掉，把融券做空停掉等等迟早是要被消灭。我们老说这个美国为什么散户少咱们是以散户为主，即便有机构那机构也已经散户化，而美国呢散户有但是散户不多，美国的市场不以散户为主，这个我在以前节目反复说但是它美国资本市场它也不是天生的就是以机构为主散户为辅，它刚开始也是散户为主一样的，只不过后面经过残酷的这个血腥的仿佛绞杀，散户没了。大家可以看视频整个他们的股市发展过程就是散户的血泪史纵观全球，不管是美国英国、日本中国香港无一例外美国在上世纪40年代散户的交易要赚到整个美国股票交易的 90%， 现在呢交易量呢大概只有 20% 左右为什么占比那么低了呢？因为散户被消灭了，被机构消灭了被其他的高手
不一定是机构，留下来的10%都是很厉害的啊。所以要知道这个投资者教育非常重要。不要想象中牛市你能赚钱啊，大部分人亏钱都亏在牛市上面。这是李迅雷说的，这也是我所提倡的啊。胡适啊就应该这么绞杀，最后活下来的散户啊，那都成精了，他跟机构差不多，你机构想割他也割不了。只有这个时候，你整个市场啊才不会出现那种无脑炒什么东南西北中发白，炒什么川大智胜，无脑的去追高。这个时候你才不用天天喊什么保护中小投资者。当然了，这个为什么我们要保护中小投资者？我们不能出现美帝国主义股市那种结构，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我们是不能出现那种结构。如果我们要出现那种情况，那就会导致我们的股票发不出去，因为你这个散户和机构一个比一个精，那他 IPO 了之后谁认购啊？谁买？这些散户他都成精了，他会看报表，他会分析这行业，他知道你这公司不行，人家不要，不认购，不买，哪个券商分销他的股票都得倒霉，卖不出去砸自己手上。你比如说啊，广东的四通股份这家公司很厉害啊，他发布年报预告业绩亏损，按照新的国九条规定啊，那么他2025年就要退市了。有人说四通股份退市又能怎么样？说明什么？不要急，这个四通股份呢，这公司无所谓，但是他的实际控制人叫黄建平，黄建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他不过啊是另外一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巧了，对吧？他又是马可波罗的实际控制人。这个马可波罗啊，我在节目介绍过2回，一个烧瓷砖的，一个房地产的下游，房地产现在的低迷。这个马可波罗他的业务怎么样？他本身烧瓷砖的就是一个夕阳行业，高污染高能耗，是一种淘汰的行业。他的应收账款你去拿脑子想一想就知道了，他给房地产商供货，他的钱能要得回来。这个叫黄建平的一家上市公司四通股份马上退市了，他又一家马可波罗上市，而且马可波罗上市啊也是一波三折，去年第一次国会被否，他锲而不舍，第2次上市，这回成了。这个马可波罗上市之前啊突击分红，把他占上的8.5利润给分完了，留下30亿的债务留给这个金融消费者。就是我们的资本市场到底是要干什么？任由黄建平这样的人在这耍，帮他解决问题，他是赚得盆满钵满，财富自由。搞一个公司上市没几年不行就退市，多少股民血泪血本无归啊！然后现在又搞个马可波罗再上市，他是上市有乙是吧？你看就这种公司在胡适里面，还有那么多金融消费者还想着走牛，不知道这脑子是怎么长，这就是公然在这抢劫啊，就是欺骗。如果你 IPO 都是这种公司，你就是一年增加9万亿又能怎么样？还不够这些人分的。马可波罗上市多少人反对啊？有用吗？人家根本就不鸟你。就这样的企业为什么要上市？所以你看看啊，如果你资本市场的这些散户都已经被消灭干净了，剩下的就那10%跟人精一样，然后这些机构一个比一个精，那你说再像马可波罗这样的公司上市，谁会认购呢？谁会去买？你发出去你也获不得高的溢价，这股价立马就跌到1块以下。你看看那个贾老板在美国这个法拉利未来一辆车都没有，他可以上市啊，你只要有人愿意买你的股份就行，他一发有什么用呢？没人买，或者买的价格非常低。但是我们胡适不一样，为什么胡适的新股一上市炒几十倍啊？就是因为这样的韭菜太多，这金融消费者太多，所以你现在就想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天天喊着要保护中小投资者，保护韭菜，因为有这些韭菜在，你那些 IPO 才能发得出去啊，你不把韭菜搞这么傻，所以我们要保护中小投资者。这个市场能够走牛，一个判断的标志啊，就是马可波罗这样的公司，它即便上市它也发不出去，即便能发出去股价也特别低，到不了1块钱，然后1年以后或者2年以后灰溜溜退市，或者股价长期在1块以下自动退市，这个就标志着我们这个市场成熟了，这个就标志着我们这个市场具备了走牛的基础。否则的话永远是情绪市场，就是靠政策去刺激，靠开会，靠这种所谓的利好，这一切都需要有人买单。谁买单？最后绕来绕去还是金融消费者买单。这些小散户啊韭菜啊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代一代的又来了。这个80后90后已经被搞得差不多了，这个去年国庆节终于把这个00后给忽悠进来了。现在国庆节后啊开户的那批00后啊，估计啊普遍亏损20%到30%，对吧？来一个搞死一个，来2个搞死一双，侠之大者为国接盘。这个财联社1月22电，社保基金党组书记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会议强调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
者，有效融入国家重大战略，积极发挥长期资金耐心资本作用，助力资本市场平稳运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要着力提高投资运营专业化水平健全社保基金保值增值体系，不断加快收益积累，做大做强社保基金。这个社保基金号召国之大者。社保基金买股票我是支持的因为它赚钱，没有办法。虽然我们不能直接花这笔，但名义上这钱是咱们的，充值了社保这个基金账户在金融消费者和社保基金之间，我支持社保基金那没有办法毕竟金融消费者那都是自愿的，没人逼你。你看截止到昨天，有人统计有18家公司2025年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业绩预亏且营收不足3亿。A 股1530家公司披露年报业绩预告，其中有18家上市公司年报预告亏损，且营业收入预计不足3亿元。你比如说国兴文化、海源富材、海南椰岛、国华晚安，还有其他的一共18只股票预亏，而且它的营业收入不到3亿。这公司就是个僵尸企业，又赔钱，完了又没什么业务，还在资本市场混，还在那祸害，趁早退市这种退市力度要加大。我认为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标志着咱们的股市越来越健康。也就是大家拿脚投票，这些企业大家都不买不炒，它市值一下就掉到3亿以下，没人买，然后它就退市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坚决把那些害群之马赶出资本市场。我们再看这海外机构又开始掺多胡适了说中国股市有望领跑亚洲，高盛全球策略会说美联储或降息2次，中国股民有望领跑亚洲中国股市领跑亚洲。高盛在伦敦举行了第33届年度全球战略会议，有300多名客户亲自参加，还有更多的客户在线参加。在会议期间，公司调查了听众对宏观经济的观点和看法。关于2025年美联储将降息多少，高盛表示，我们的基准预测是今年6月和12月将2次降息25个基点，然后在2026年降息1次，最终利率为 3.5% 到 3.75%， 也就是美国今年要降息2次，这是高盛的观点谈及哪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地区提供了最佳的长期投资机会，高盛的新兴市场股票分析师认为，国内微观基本面强劲，相对不受外部风险影响，且有支持性当地政策的新兴市场股市最有可能表现出色。在亚洲，中国和东盟国内股市可能领跑，印度股市应保持稳定。就这个高盛又说咱们股市要领跑了开始，但是他主要说领跑亚洲我想这个高盛有点高级黑的意思我们再看一个传闻小作文，是路透社的消息1月22号说3位消息人士称，中国将对中央政府所属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年收入限制设定为100万元人民币，大概 13.7万美元。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大反过度收入的力度。在包括5大银行、6大保险公司和4大坏账管理公司在内的27家金融巨头的薪酬结构改革中，那些收入已经超过100万元的人的薪酬将被削减，比如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将减少一半。3位知情人士中的2位表示，大部分削减将通过减少奖金来实现。这2位知情人士直接了解该计划，但由于事涉敏感而拒绝透露姓名。也就是5大行，然后什么4大资产管理公司什么信达呀、华融东方，然后6大保险公司这些都是央企金融机构，收入封顶是100万，就是你不管怎么折腾，今年收入只能有100万，不能超过。大家想象一下这几大巨无霸，它的高管的薪酬都不超过100万，那恐怕影响其他的这个叫股份制银行，还有这个什么城商行和其他的什么金融机构。这个是2024年对券商、对基金的收入做出限定之后你看再一次对银行这些收入做限制，也就是说金融机构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一去不复返，往后大家都是同甘共苦。我们再看看胡锡进老师只要胡锡进老师的退休金不下调，胡锡进老师还是有点飘在云端的意思。胡锡进老师他说美国的新闻周刊煞有介事的分析称，中国方面会对小红书上发生的中美跨文化交流感到担忧，还说一些美国新账户已开始测试小红书的审查底线，他们发的一些关于敏感地区的政治帖子在小红书上很快被删除。毫无疑问，那些所谓的测试者都是
是在捣乱，而现在因中美网民在小红书上大对战而破防的，恰恰是美国的政治精英们。这是胡锡进老师的结论啊。他说，中国社会虽也有不同声音，但是整体上都对美国网友涌入小红书，两国民众发生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直接交流，真诚高兴并欢迎。这种交流打破了中美社会之间的认知壁垒和情感壁垒，这是中方长期乐见的。胡锡进老师啊，你看看又擅自主张了啊，擅自代表了中方。我觉得这个胡锡进老师有点越权呢，他又代表官方了。首先啊，胡锡进老师已经退休了，你是退休小老头一个，你怎么能代表官方呢？第二个啊，你即便没退休，你在环球时报你也代表不了官方，你只是个传声筒。你看他居然这是中方长期乐见的，官方什么时候说过这话？我不否认啊，就是中国的网民跟美国网民之间对战，大家其乐融融，不管对的结果是什么，大家都乐于见到这个人。是说的老百姓网友对的不亦乐乎，人家外媒说的是管理者不开心担心。这胡锡进老师他居然把这个矛头一转了，他居然代表了官方，说官方乐见其成。过去2周来，美方对小红书现象大惊失色，他们反对声比比皆是。这个胡锡进老师说的美方指的是谁啊？是拜登还是特朗普？是布林肯还是卢比奥？是卢比奥就是卢俊义的卢，还是鲁智深的鲁？这胡锡进老师也解释不清楚啊。就是美方对小红书现象大惊失色，到底是谁啊？就是他完全是个虚构的啊，一个美方。美国有名的政客好像都没有说话呀。我是听到有1-2个议员，对吧？对此发表了一些看法，那个声音太弱，那个议员在美国的地位都比不上胡锡进老师在中国的地位。总之，退休金肯定没有胡锡进老师高啊。你看胡锡进老师啊，举了2个例子，他说美国网络专家的话称，但是谁他没说。小红书实际上可能代表着更大威胁，它的条款和条件缺乏透明度，这给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网络安全风险。然后说，福布斯则引用一名美国大学教授的帖子，后者写道，如果有足够多的用户从 TikTok 转投小红书，那么一定规模的用户流量就可能引发另一次强制剥离。一名德克萨斯州众议员说啊，如果美国人为了避免 TikTok 禁令而使用小红书这样的替代应用程序，那么显然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制定更多立法来堵塞这个漏洞。你看看，说的都是美国不出名的人，也就是网友评论，美国官方也没有对此发表什么说法。所以胡锡进老师自己在捏造啊，他不仅自己代表了中国的官方说乐见，他还代表了美国官方说害怕担忧这个现象。胡锡进说啊，新闻周刊的文章显示，有少数美国人在往小红书上塞政治敏感帖子，那就是恶意捣乱，试图制造小红书的麻烦。老胡个人非常支持小红书对那样的帖子和发布账号不手软，而且我相信处置他们绝不会影响小红书的受欢迎程度。人们希望小红书就保持它现在清朗的样子，做所有人生活的助手和调味剂，请那些别有用心的搞事者离人们的这个共同家园远一点。胡锡进老师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想发那个什么敏感的帖子，有种就上微博，对吧？不要去小红书或者上抖音。胡锡进老师显然啊，有点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恐怕要么就是忘记他被禁言3个月，好了伤疤忘了疼，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害怕提起，不是忘了，是刻意不要提，不想接这个伤疤。他某种程度上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自己被禁言，所以现在他觉得审查禁言是应该的，享受审查，享受禁言。胡锡进老师恐怕忘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在 N 年前啊，和那个加特老师还有三八教授3个火枪手携手并进，在互联网上大杀四方啊，何等的快意！按他们的话说啊，把公知打得屁滚尿流，赶出了这个舆论场。但是好景不长，他们马上就被反噬，连胡锡进老师，对吧？把那些他认为的右派啊给打倒之后，结果他很无奈的发现自己居然成了右派，被加特老师的粉丝啊揪着打。这个大家都有印象吧？同样啊，胡锡进老师如果对这个过程很了解的话，还记忆犹新的话，反省的话，他应该能想到现在的小红书上中美网友对战很快就会要反转，因为美国的网友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发现小红书，对什么都很好奇，他也没办法分辨真假，他也没办法了解全貌。美国人本身他就要对他们美国的政府，拜登政府、特朗普政府本来就持批评态度，所以稍微的嘛一对比，他就要批评美国政府。但是啊，随着对战的继续深入，美国人呢迟早会发现其中的奥妙，一定会遭到反噬啊。现在双方是有信息壁垒，对吧？这个壁垒
刚打开一个缺口，所以看到的都是单向的中国的信息啊对美国的冲击。等到这个信息啊流动的差不多了啊，这个第一批上了小红书的美国网友在上面转了一圈之后，慢慢的他的那个认知啊会成长，会与时俱进，他就会发现问题。那个时候胡锡进老师恐怕要忙了辟谣了，开始解释你们美国网友看的不对，但这些美国网友知道咱们还在跟地沟油做斗争啊，还在跟过期食品做斗争，我们的药麻药不麻，泻药不泻，对吧？我们吃的东西不安全，我们辛辛苦苦干了1年，年底不给你发工资，你维权你还得老实一点。这美国人迟早他会知道的。胡锡进老师你要做好准备，怎么跟人解释？掏空了6个钱包，借了银行的钱，买了房子，房子烂尾，你还得还贷款。美国人知道吗？他还没来得及了解。美国人知道咱们的农民工为了300-500块钱到了巴西被人当作奴隶啊，美国网友知道吗？所以说胡锡进老师啊，还是早的想对策，看怎么把这事给圆过去。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